哇，我很感動，就是70幾歲才回到這個亞洲，我就是很高興。然後就是我真是很驚奇，根本就沒有想過，就是會拿到這個金馬獎。很謝謝金馬跟評委，我可以拿我的母語來講吧。我好感謝我嘅父母，因為係我爸爸係好中意電影嘅。咁樣，所以開始嘅時候就喺屋企咁樣嚟即係玩電影，係同埋好感謝我所有嘅老師，喺加拿大學電影嘅時候老師，同埋喺法國嘅當然係 Eric Romer，同埋所有我合作嘅伙伴。呢部電影如果係冇你哋係唔可以存在嘅。係我特別係感謝我屋企人同埋我3個小朋友，3個大朋友 ，and then 係佢哋嘅伙伴，同埋係我啲孫仔，係因為佢哋我先可以有今日。謝謝大家，謝謝。